咱台湾有画漫画画家，替台湾四大奇案之一个陈守娘来创作。本册院也替这个作品增加台语配音，透过音乐设计，带民众来了解台湾在地故事。翁仔册守娘是府城三大奇案的其中一案。故事背景发生伫200年前，一位无天卡的少女所发生的神秘故事，内容也写出清代台湾女性的悲欢甲哀愁。负责台语心定的郑顺聪老师表示，要安怎将翁仔册理路翻做台语，其实无遐尔简单。内面有讲到一寡翁姨啊，还是讲先生做法咧西讲这个物件，这个事较难。我尽量做一寡研究，就把这做办事的这个事拢甲藏入去。包含有一寡伊的，就是较轻省，就是较古早迄种几古的故事嘛，甲写字。成哥，你敢无要来问？我会晓读书写字，一定有法度来讨三工。若会晓写字，代志就轻松啊。除了需要抓到台湾话精神，守娘的音乐制作时间设定也真重要。无共时代拍铁的技术无共，也影响乐器的声音。负责整体音乐制作的歌子何讲，这个时阵就要靠经验来判断。锣把啦吼，你看京剧甲川剧因的都无共，吼，川剧的可能就拍起来较脆，迄声音较脆，较短。声音较低因为因的迄把乐器吼，拍铁的时阵就拍较薄，拍较长。这边的翁仔册有声计划，除了互台语出现新的表演模式，参与的制作乐团、音乐工作者嘛感觉真趣味。和台湾本土的语言、音乐创作，参翁仔册作品出现精彩结合。除了守娘以外，还有其他各部台湾本土的翁仔册参与有声计划，望透过下届合作，和台湾翁仔册有这种表现的可能性。记者杨淑晴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